啱啱打完第一次用7呢嘅 Shelly 打到一個循環啦，跟住儲夠咗可以開一次，睇下佢出啲咩先，同埋睇下佢點開先。啊，直接俾埋 Oli， 有 Oli 嘅機，第二包牙牙唔係幾好用喎，啱啱成堆牙俾人屠殺，我見到有啲咩咧？哦，萊拉，超召嘅寵物數目加1。啊？點解會有倒數時間？好啦，去到先啦，得1分鐘，再開多60個就可以攞到造型啦。